甘一嘴思念的茶，配一片故乡的话，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。欢迎收听《故乡生活台语诗》。巧克力的滋味。2月14，透一陣西洋風。巧克力有愛情的滋味，巧克力摻有阿公仔的情意。將你送的巧克力，溫溫啊甘在嘴裡，嘴內甜甜甜。心肝頭嘛甜甜甜，送一粒給阿公仔試滋味，閣甲阿公仔斟一喙，阿公仔笑眯眯，講阮好情意。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150集，欣赏的是台南的蓝秀珍老师所带来巧克力的滋味。所以，咱邀请蓝老师来跟咱分享这首诗创作的背景甲含义，也有这内底重要的台语文用字。首诗是迄个情人节时，我去参加迄个南昆新的台语文学营，就回来时，阮先生不要讲送礼物的人，送一颗巧克力，我想到，就是阮后生查囝讲，爸爸你有够逊，你都不会表达，所以就送一杯巧克力，我就怎临时写一首这个巧克力出来。温温啊，就是慢慢的甘在嘴里。斟一喙，这个斟吼，用口部这个就要亲你的右边，袂讲斟一个，无讲斟一喙。来，我斟一喙，我有咧讲安尼，袂无咧讲安尼。将你送的巧克力，温温啊甘在嘴里，嘴内甜甜甜，心肝头嘛甜甜甜。巧克力的滋味，相信大家拢捌试过，但是你可能唔知影，伊的原料是来自对一种树木。所以，咱邀请花草食物专家关秀萍小姐来为咱做详细介绍。可可树，咱这内面了解这个可可树吼，一般伊就是伫互人观赏用的。伫咧这几年吼，咱所知影的可可树伫咧屏东这个所在，就有人来去甲伊试种，甲伊培养。而且效果嘛袂歹，成果嘛袂歹，因为伊适合伫咧迄种青黏土，也是讲火山土，
也是讲哦，迄个花岗岩即种物件，伊所形成的即种土吼，所以讲伫咧屏东即个所在，咱就会发现讲伫咧中治啦、南州遮拢有人种。目前伊3年就会当结果啊，而且哦，伊结起来迄个果非常的大吼。咱若是捌看过迄种腊肠树，腊肠树伊比腊肠树的迄个果搁较细，啊，看起来嘛足有喜感的。咱即个屏东遮，咱所看到的即种可可树，就是咱一般咱所咧食的巧克力。啊，其实即个巧克力是伫咧即个可可树伊的果实储出来，就是储出来即个肉甲伊的果实落去做的。啊，你若要食到完全即个巧克力，伊毋是甜的哦吼，迄是搁经过制作的。所以讲，咱一般伊袂摕来做行道树用，拢是栽培来伫做即个可可吼，就是咱所讲的即个巧克力。啊，咱时常看到的即个可可豆，其实吼，伊就是藏伫咱拄则讲的，讲肥肥的即个壳内面，啊，即个壳非常的硬。啊，就爱用迄铁锤啊，安尼甲伊讲做2半了，咱才有法度好看到内面这白白的这个果肉，吼。啊，伊就包着这个可可豆，啊，伊若是直接食，有一点仔参像山竹。啊，若要甲伊做成这个巧克力，咱拄则讲的巧克力，这个可可豆本身爱搁发酵，嘿，伊有强烈的酸味，吼。啊，经过这个发酵了后，伊会当分做2阶段，就是讲，甲伊挖出即个果肉，啊，甲即个可可豆，甲伊放伫咧即个茶箱仔内面，落去发酵。啊，当然，伊这是有一个技术性的吼，毋是一般人伫做的，所以伊大概爱放2天的时间了后，然后才会当搁甲空气做伙发酵。所以即个时阵吼，伊是无啥需要去甲伊变的吼。当然，伊这发酵的温度需要47度，所以爱进行3天啦。所以讲，伫咧这个过程了后，咱就会感觉讲，伊这个过程敢若有一点仔复杂。啊，当然啦，屏东内部这个文化促进协会黄小姐伊就讲啊，伊讲吼，发酵甲变迄种上酸的迄种公盐醋啦，嘿，所以讲哦，其实哦，这内面会当互咱知影讲，咱一般只不过是对着这个可可豆，感觉讲伊就是干那会当来做这巧克力。啊，其实伊若是伫咧这个所在，就讲看师傅的功夫，若是好的时阵吼，伊有法度好，甲这个可可果会当甲伊发酵甲非常的成功，就是会当采取到品质真好的巧克力吼。所以发酵了的可可果吼，伊迄个白色的果肉，伊会豆豆消失啊。但是伫咧这个过程当中，咱爱知影，要做甲巧克力吼，伊爱经过这个曝晒，然后爱搁烘，啊，然后爱搁甲伊烫皮，啊，然后才甲伊磨做这个可可膏。这个过程毋是讲哦，安尼3句2句就有法度好去甲伊解说，但是只不过是讲，因为这个时间爱用真济吼，所以咱若要做巧克力，拢会搁甲伊加糖吼。啊，甲伊放一个什么模啊？若是一个新型啊，伊就是一个新型的巧克力，这就是叫做可可砖。台湾咱现在所食到的迄个巧克力，大部分拢是进口的较济。啊，这几年咱嘛拢食会到。迄个咱屏东遮，咱家己研发出来这热可可吼，所以讲这个品质嘛真正好。大家人若是去到屏东的时，去甲伊看卖吼，我是感觉这个壳吼，真正是足水的。将你送的巧克力温暖啊含伫嘴里，嘴内甜甜甜，心肝头嘛甜甜甜。
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第一诗，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，那秀珍老师写诗，关秀敏小姐主题讲解，洪昭文吟诗，专门客电台制作，公司主持。非常感谢你的收听，咱后一届再继续空中再会。